个气氛啊，大丢西，年节都啊，嘿咪偷拍，对啊，你阿客家天子都像来忙着出现过的，去拜祖本他个呢，叫我大丢西个刁闹嘢的感觉，當關於好係社會哦，社會，要全部真的哦，真件真件，安多有冇誒，美加可樂，你家康咯，有冇？然後啊，咁先有六百八。老闆辦，貴族按澎湃哦，係最後一名。有這麼？媽媽細細客家人苦啊，冇乜嘅做到按澎湃有用嘅就做用羅皮咧，細泡當多，真的真材實料，唔係天生。天生哈。再放啊，羅皮因為板，太周頭。黑咩磨那個磨出來米，真的好食。然後吹頭板，應講羅皮板吹頭板，吹頭係咪有彩頭後吹頭嘅意思？左式地位，還會有後菜條。哎呦，來，我媽媽條邊沒有這個，我做肉飯，沒講整牛。我媽媽沒窮樣誒。你媽媽講嘅啦，肉飯要聽過鹹鹹飯。冇，我哋咪會講肉飯呢。哎，你講鹹鹹飯，有人講鹹鹹飯。鹹呢？我一個原來怎麼辦？面底，我說你怎麼辦？哎，不過你吃東西，公園吃東西，雖然太剛好大椎骨。大嘴骨。有上是咧放音樂。有。哎呦，咱哋兩下年就有人講過，但是我從小就是要過年的時候，年家都春年家嘅哈，給神明堂嗰邊哦，堂下聽說不用拜年，而且不能斷。哎，真的。哪種聲音嗎？哪種聲音？就是資格刨足金什麼忘記了。你會打是聽到哪8種聲音？你猜猜看。啊，8種聲音啊？客家八音。哦。是高坡摸。個拜年咧，如果聽啊條白細細個牙包啊咩樣，特高型嘅一定要。自拋一飆落去。對對，他嗩吶什麼的音樂就很熱鬧這樣。翻那風嘛，翻那風是條個自拋就掉到大就開始崩啊落去，崩了以後一開始啦，就油都飆落。聽說會開開門。哎，人家講了暗房戲，對啊，其他姐就冇出現哦。哎，客家廚神哎，那也是他最貴。哎，新年的 TVB 節目開始了，要喊點食東西，不然等到很久，家家不用下快啦，你來參加1年1度的馬年 TVB 節目。你要是幾年都好無限，係咪？你來有福的，你個天使，來的，開工了哈！來，日本太趕了哦！開燈來開酒，嘿嘿。
來打開，一呀一支山，金山嘅裏面還有小鳳凰，樹有金山，氣風陣陣亮啊，拍對愛身上啊陣陣亮，哎呦，哎呦，愛只是情濃在後方，哎呦呦。祝平安，家家户戶慶團圓啊！嗨呀落地嗨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呀，地都慶團圓哦！恭喜發財，恭喜耶！新年快樂！大家太熱笑紅，大聲音嘅再度。見面天氣發，就係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，耶！大家好，發財年初一鬧呀鬧連連，上上有一台財神仙。大銀鑼鼓連天響，家家戶戶慶團圓。好長好馬都成功好年冬那兒喲，好長好馬都成功好年冬那兒喲，好長好馬都成功好年冬那兒喲。好，马都成功，好年冬啊！大赛秘密后运风。马上有錢，馬上發羅財。哥，羅馬哎，兩匹羅馬嘛，羅馬不是金錢造成的。怎麼我想到很愛騎馬出來？馬眼呢？馬眼啊很適合你，只有你適合一匹駿馬。有一匹董事漢兩條馬，你跟這匹馬的 slogan。哎呦，什麼？彈一下。馬都成功後年冬，傻傻就搶羅斯福。馬就要這樣。那是叫吳尊來的。可以來了。今日有槍都會按動哎，保養。突然來啊！古詩中，一匹先應徵，吱吱大白。鴉片呢？少俠阿丁固。哎呀，咩呀？還有啥嘢？應節，應節。我們丹亞徒弟嘛。學生，相聲界的新秀。你教出來的都。剛才是有零星上。也有年紀哈，有差，不過看起來就是老少配。沒有，小林老師每年都會帶新的這種新生代。哎呀24聽聽。我跟你說，來過鬧熱過水，發達都很發達，像明翰有冇？有冇？宋明翰、金錢、梅家家樂。然後發達之後就不會再，不會再花比較多錢再邀請他們。對，第一次免費試用啦。對，現在不免費，我有領薪水的。領薪水啦。我一個朋友來，哎，記得哦，你比做嘛搶愛了你嘛？我們也要回饋一下。怎麼說？記得嗎？什麼？過年一定要唱 Congratulations you。Happy New Year。可以啊，做對啊。有做對。馬上準
个计划，这就是我们国际化。这么多好朋友，跟大家齐聚一堂的，恐怕就祝福他个过年啦。你刚刚讲爱的喏，爱的。你们就是自己在外面吃饭呢？是。我调到的底部都表演那种精彩。很棒，真的，我们大家都有感觉到啊。选后俩的有没有？你的这大马旁边还有8匹小马。哎呀，对。中品国社会小朋友了。刚刚做很精彩的表演呢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只马比你们都还大。领头马。嘿，那你要负责教动作吗？对啊。OK， 你要教还是他教？你教好了，你要教我，好，怎么教一下？来，你往前一步，你过来。来个马步，来。这个有一个动作是右脚踩，另外一只脚踹。试一次。哦。左踹右踹，左踹右踹。可以哦，一起来，所有的小马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就这样吗？我们要放结束吗？还有，OK，是转过去，转圈圈，好，露出屁股，露屁股，是露屁股，翘起来，荡一下，左右摇，左右摇，好可爱哦。还有，那个16蹲，但只有做一半。16蹲，只有做8下，8蹲。你先蹲给我看，马8蹲。当代女校哎，全部罗哥。我找几个，我怎么帮你练核心啊？哦，这对罗哥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对，还有吗？就这样，还有吗？16蹲还有什么？就3个动作，这3个动作。那重新复习一次，我们就最后大家一起8蹲，好。对，那我们把它连在一起，可以吗 ？OK， 8蹲哪8蹲？罗哥加油，转马到成功。蒋司令，来换你背，快点。你这匹马特别喘诶。我们一起来，1、2、3、4。扭屁股，回来8蹲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掌声欢迎给中品国小的小朋友。哎呀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。你们不懂辛苦嘛，不会嘛？唔係辛苦啊，唔係辛苦嘛？唔會啊，唔會哈。对啊，为了发扬这个客家的文化，不会辛苦的。谢谢你们来啊，谢谢中品国小布马队，谢谢。中华过年谢。好了，共我慶祝今日鬧熱的馬到成功好年多。愛為三忙讀書，愛為三忙打拼，世界一米100窮爸爸。那年是給掉的是幾年前呢，他們還沒10歲就在表演了。真的哦，李哈張是你噻，好可憐哦，還沒10歲就在表演。爸爸在搞什麼？3、2、1，撩。哎呦，賈斯汀，張偉撩。知道了。3、2、1，卡。哎呦，有人 ahead， 简单，有人 ahead。呀，给我。我故意的。我相信你应该听出来了，但是我也来打一下。慢慢把開來，腦中飛向愛紅蟲。我想冒險往航向大海尋找我的夢。You 似風平又浪靜 ，You
给波浪。I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, alright。爱会塞满毒素，爱会塞满大病，世界一年够安静。爱会打 Q 从不弹吉他，我是追着梦的小飞侠。爱会塞满毒素，爱会塞满大病，世界一发穷爸爸。凡是谁我会变太宁散，我要一关一关将大魔王都打败，都打败，都打败，都打败。You 是风平又浪静 ，You 是天空给波浪。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, alright。爱会塞满毒素，爱会塞满大病，世界一年够安静。爱会打 Q 从不弹吉他，我是追着梦的小飞侠。爱会塞满毒素，爱会塞满大病，世界一发穷爸爸。反正谁都会变太宁散，我要一关一关将大魔王都打败，都打败，都打败，都打败。爱会塞满毒素，爱会塞满大病，世界一发穷爸爸。凡是谁都会变太宁散，我要一关一关将大魔王都打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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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打败。欢迎你个 J 哦，还有小鼓手，小鼓手，来，董燕，哎呦，董燕呐哦，客家界的 F4有吗？不是 H4，他加 4。哇，欢迎 J 后，先同大家问候了哈，扮演一下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 J 后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哎呦。我这种朋友啊，加个真的真枪实弹，真的，没深夜的高听哦，已经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真的太厉害了。那是给德威世界几年前呢，他们还没10岁就在表演了，真的啊。李哈张是2岁，好可怜哦，还没10岁就在表演，爸爸搞什么？不成。哇，董披风呢？为什么韩芒10岁就开始就练呢？还没10岁就开始表演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6岁的时候开始组团，6岁开始组团，6岁，然后其实你们是带着胎前记忆组团的，6岁就开始组团，我6岁还在投币坐娃娃车嘞。对啊，6岁那时候搞不好有的还在包尿布嘞。对啊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对啊，6岁。我们小时候都在音乐教室一起长大的。哦，就是爸爸妈妈把你们送到音乐教室，然后就玩音乐。然后我们从小就玩在一起。哦。然后我们都是鼓手，然后都是鼓手，对，都是鼓手，我们都会打鼓。刚刚是谁打鼓的？这个刚刚是你打鼓呀？贤浩。哎呦，打鼓都长得很帅。对啊。以后我们闹热缺人，你来好不好？赵老师不用来了，看小天老师了。虽然玄浩是打鼓的，但是恩其实是2020的打鼓世界冠军。哇！而且恩恩是不是年纪最小？对不对？他才10岁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啊，11岁了，那你们过年了，11岁了。你们现在这个表演的这个经验有很丰富吗？很丰富啊。我们应该从小到大有表演差不多400多场。哇！400多场。
如果像你也是玩这个乐团的，这个贾斯汀哥哥也说他10几岁也在玩音乐，美国的时候也在玩音乐，他也是鼓手，他也是鼓手哦。我们也有跟贾斯汀哥哥一起同台过，有跟他同台过，有一起表演过了，一起表演过。我跟你讲，跟他们一起表演是完全可以放心的。哎呀，他们真的很厉害，然后很厉害啊。打鼓我也是差不多12岁，但是我没有得什么冠军啊，你们太强了啦。你有去做婚礼啊？对，你有去做婚礼，他有当婚礼歌手、婚礼鼓手。有。哎呦，那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你们玩一下？可以。但是他们今天特别有准备。有。对啊，来到贵宝地为了那个石峰叔叔，是不是有准备？为了石峰叔叔有准备特别的表演，是哈，会让我们惊喜吗？应该会。是音乐表演吗？对，是。哦，音乐表演。那你们要就位一下。Fusion 来笑哦。感冒用试试，咳嗽用试试，比赛闭眼用试试，什么会安讲，什么会安讲，胜负也没有办法。有整个身材，表面的笑容，实在也等影响。哎呦！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有点那个 AI 的声音有没有？哦，有点电的感觉。所以你是 AI 人吗？你不是啊？虽然他很像，太完美了。对啊。我现在变声期。变声期啊！但是这还是有那个为什么有那个 AI 的声音？好，很棒哎。有啊，谢谢。好奇特哦。嘿，很厉害。很厉害。立马把这歌质感升高。我相信你们就继续维持下去，前途无量。谢谢，真的前途无量，真的。今天是不是没有这种团体啊？真的呀，魔要这种团体啊，哎呀，就不要长大，很可爱。不是，他长大有长大的样子，他们长大会变成另一种样子，会更加的成熟。对，就像小贾斯汀有没有？贾斯汀 Bieber， 现在就变不是 Bieber 了，有大贾小贾，我是中贾。你是中贾，就像小贾是什么？小时候也是就很杰出啦。你看他现在老了，也不是老了，他现在是30几岁了，有家庭有小孩，还是都很厉害啊，很棒。谁有家庭小孩？我有家，他什么时候？我什么时候？小贾斯汀，小孩在哪里？不是中贾斯汀，我要去接他。你不要省略主持，好可怕哦！我以为你把他爆料了，吓死我了。怎样？你是受不了的，你想要来一下的？一定要了，他们这么会跟贾斯汀哥哥合作，客家话了，一定要秀一下。一定要，是不是？对，去打哟！帅哥级的来联手一下，对啊，让我们眼睛耳朵都舒服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带来一首让大家一起学习客家话，请说客语。好，罗文义的歌曲，没错。感谢你什么你有空来玩，有空来了，吃饱了吗？吃饱的梦，最后爱好也紧爱你。爱空中跳摆嘅时间，讲阿爸会本土好鸟，成功。
的歌的拍的下，请说国语。也去那唱人人气，撩到你爱撩下一味，老是拄招来招去，真神奇。都了下，本爱讲你，阿爸打招呼，啊哈，基本的问候你。请说客语，来讲你讲。好漂亮，什么安讲？感谢你什么你有空来玩，有好来了，吃饱了吗？吃饱的吗？最后爱好也紧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说客语，来讲你讲，你好漂亮，什么安讲？感谢你什么你有空来玩，有空来了，吃饱了吗？吃饱的吗？最后大家穷下来后，最后大家穷下来后，最后大家来后下家。每回合各区派出一哨回答问题，通过关注同时念出题目以后，会用放吹头嘅方式进行抢答。团出正确客家发言人就做得到1分。以下两区已经准备好势咧，精彩嘅比赛正式开始。两吹，来，不承认鸦片了哈。这个单元呐，客家智慧啊，智慧哦。我团师高太去甲客家师。准备好了好，我要来倒数喽。请出题哈。好，3、2、1。好嘞。哎呦，大字包。哦，少林欣赏，有人拖拍耶，谁来办？一的时候才讲，他们一的时候。讲是娘姐。对啊。哎呀，莫讲出来。好，第二题，请出题。哎呦，换清楚吗？换清楚嘞哈。安勇，我要倒数喽，3、2、1。对。少林欣赏就知道了。知道。对，影像。哇！好强啊！小林老师懂腔哎，厉害，我就很废。有，那吃到节奏 Q 用的弹不出来。对给，英国很难弹，因为全部贴的呢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用逻辑判断。知道那个国宝跟平民的差别。是国宝。国宝，恭喜！我跟你讲没有啦，恭喜夫人，恭喜夫人，刚刚好，凑巧。那已经2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哦，杀来，T3题来，请出题。请出题。哎呦，换清楚嘞哈。安勇，我就倒数了，3、2、1。还有我们国宝。话说的太早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被你的弟子背刺啊！弟子背刺您啊！才刚入门就被逐。对啊，应该是。好，来，呛够。应该是开港后吧？哈，开港后。对啊。开港后。所以你就躺在那后，你这你咪讲会太港后。应该黑吧？黑嘛？有可能嘛？这就逻辑判断，这就平凡人跟国宝不一样。他对嘞。因为我们差不多都逻辑判断嘛，对不对？各上后，他对嘞，容易，放手吹对分。好了，T4题，抢出题来。来，哎呦，看清楚嘞哈。哎呀，我要来倒数了。3、2、1。哎呦，King 团圆。哎呦。他是平凡人中会通灵的人。国宝不能当平凡人这样子。起身，乃在国宝。
少年情商好适合这萝卜，拿起来无违和哎。你要感谢谁？你姐在讲要感谢我，感谢。哎，今日咁歡喜，見到你劍吹頭像，我喺後台感謝。吹頭像，唔要吹頭。有一口。哎呦，哎，什麼愛貴寶先生？哎呦，車少年先生，林炳儀。就對得到了彩頭獎，什麼睇㗎？祝福睇㗎，好彩頭。暖身一下，男生，答沒有？杨春春要题哦，清明题哦，好了，听题，抢答题来，看好咧哈，做得嘛？做得哈，做得。安用啊就來倒數咯，3、2、1。中間有講話嗎？哎，有啊，可是開啊，有沒有因為那個不用開嘴啊？那就給他。這張音唔是開出來，哎，只有做嚟發出音。我們提示好嗎？沒有遊戲要提示哦，說的提示可以，我們可以選一個哦。啱啲。哎呦，牙一個唔啲，先噴茶，啱啲。噔，我得到這個開頭。爛菜頭獎，恭喜他對了！恭喜這位洋洋的導演啊！踢足就會發財吹呀！動手交換。來，這個哎呀，安亞的節目真的非常的荒謬啊！荒謬到極點怎麼說？兩位嘅標準的客家人，你要講客家話，本來兩位一位來自北京，一位來自延安。你會不會跑錯棚啊？加油！你是原住民台的，你跑來我們客家電視台。說不定他會，他跟雨涵合作過。所以你客家話可以咩？比多夢熊電視下去。好了，那就開始了，好不好？說得好，來，請出題來。好，關清楚嗎？好了，做得好。好，好來。安用啊就會算了哈。1、2，包。哎，這個啊，這太簡單了，這個啊，2個字還是3個字啊？2個字。現在不是7月，好不好？這裡有人嗎？宜蘭少年兄啊，誰啊？我剛才看到他們2個人，這個都是說包啊，所以答案就是包，對不對？我們有扣分嗎？我們有倒扣嗎？那你為什麼不說皮包呢？或是包？對啊，什麼包呢？你覺得我會出 double 疊字的嗎？過年還有什麼包？裝什麼可愛呢？哦，過年還有什麼包？那我回頭看一下啊，不然您先猜吧，您先猜吧。過年有什麼包？哎呀，整場都是。拿起來，整場然後敲自己的頭，是吧？你們其實剛剛都有拿過。不要再提示了啊！原住民沒有這文化，紅包啊！說好啊，家珍妮糖豆都是包。我也聽到，你剛剛講包對不對？那個包呢？對呀，我們也包啊。對呀，所以你要講紅哎，你要講紅哎。哎，我講包，他講包，他對了。這個還要講包，他真的，他在講第一個字。結果就是宜蘭的北京人，你只要一個音對的話，很好猜。沒有，你們兩個真的很包，值得成為現場老師的。他頭來說，他說你說右邊那個字，我說破。你的狗踢長，一號是你講的。哦，所以所以他對呀，所以因為羅哥有一些提示，沒有，因為他聯想啦，哎，就造詞嘛，他很聰明啊。念的你也答對，然後正確答案你也答對，他得2分，所以你還是得1分。我以為讓他1分。那你要結束，蘿蔔你帶走。好了，聽一題了，槍出題了。來，看清楚了哈。安用啊，就要來倒數了。好，不是倒數，我要數了。1、2、7。哎呦！珊珊，請說。你們答。答對了。這個是不是要謝謝？怎樣你也要發言
赢一下，是不是？也有暗自 say。哎，几条美语，几条美语。好，来第3题来，讲出题来。有，看清楚了吗？有。好，我要来数数喽。1、2、3。哦。哎呦。I know。很简单，你念的字很送分题给芝芝啦。然后开始。你用唱的。加油！向天赐下去的加油，加油！和有爱同走派。没有。你刚刚唱了2句是哪2个字？哎，加油，加油！你还狗爱狗秒，就都加油。对呀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杀了金行，第7题。好了，讲出题，好了。1、2。这位说的是这个哈，这位说的是加，哎，所以就是这个巴哈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没有在做效果，你不用做梗，你在答题耶。客家话的巴哈怎么说啊？我的客家话哪来巴哈？没事。芝芝，你有答案吗？我觉得我有哎。你有吗？请说。发财，你这样很放水哎。没，我真听不懂。好，哈嘎。你刚刚都已经有一个哈，有个嘎，为什么叫巴哈？那逻辑呢？下一隻皮下就會發出去呀。贏了，下一回合。好來，我們換下一回合，來。哎，你的恭喜區裡吹係羅哥老師。我們要讓羅哥自己感受一下。對對。畢竟你的這個對手是一個外國人。哎，不公平哎。客家人。哎，那客家話係看羅斯風學嘅。哎呀，我嚟講啊。看羅斯風學嘅哦。你係行語驗證比啊行得強。對嗎？不一定哦。哎，跟某一天哦。但是出題嘅兩邊硬係有把握，中間嘅比較有辦法。硬一點談唔是吧？有拼音啊。OK 啦。好，來，準備好了，好，出題嘍。賈斯汀，接着出第一題，搶看題目，看清楚嘞哈。好喲，按用眼就來倒數嘍，3、2、1，了。哎，我字都算清楚呢，真的超清楚，很清楚哎。你旁邊有一個羅佩嘞，羅佩嘞會拿起來，羅佩，哎呦，賈斯汀。張偉了。你現在知道了，我們真的講得算很清楚了。羅哥，你看有糖出來。不是，我剛有聽到撩這個字。有撩。啊，這個兩個人跟扎缸，我就扎缸，我脏我。他又要尿不准怪馬桶歪。真的。那我聽到是缸呢。那我呢？缸上什麼撩？你的我完全沒有在聽。你英文的我發音很標準呢，標準嗎？標準。你念一次你的來。你看了，你看。講清楚，按用賈斯汀又得1分了，恭喜馬上推。哎呀，好，我們羅哥加油，羅哥加油哈！殺了金行聽一題，請出題。我要來倒數了哈，3、2、1，上。羅哥，吃飯啦！哎，你們兩個在幹嘛？你們兩個在約會嗎？我試試看。好，賈斯汀嗆狗。吃爆嗎？羅哥，嗆摸一下，你有糖出來嗎？有冇？你有糖出來啊，某星星。你不要同情我啦。不是，我現在要聽着少俠，嘿，因為我加糖給用誒，嘿，對，懂清楚，嘿，還有糖豆絲，還有芒，嘿，絲同芒就糖出來啊，冇糖豆。加嘅絲芒還有糖豆，啊絲係咁我又怪怪嘅，真係。他今天在問小林老師哎。老師。向標準要有啲。向標準咩做唔得？向標準，咪啲，等埋呢個錢。
你这样猜得出来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海迪嘞？有可能，好，加油是，然后大巴。对，他马桶好歪，好歪，超标准的。啊，你用题啊，对吗？用题，好了。那杀了就冇標準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殺了，夾。看看什麼題哦？哈，殺了第3題，唱出題。來，看清楚嘛。做得了哈，我倒數咯，3、2、1，糖。哎呦，有人 ahead， 简单，有人 ahead。呀，給我。我故意的。哎，那海迪，给你一下了，不是让你摸一下，给我摸一下。我相信你应该听出来了，但是我也來打一下，就3比1嘛。糖五色，對吧？糖五色，對。有夠清楚的。糖是懂清楚了，而且還有人 ahead 哎，先出來了。還有2題，二酸馬啥抽？記啊。哦，賈斯汀也有回答。你夠聽哦，以前拿到呀。可是他沒回答，但他沒回答。按得住3比0，對嗎？嘿，啊就結束了。還有一題啊！還有一題啊！你自己的實力想對一題嗎？還是對一題啊？你想對一題啊？勾一題就好，勾一題。那一題沒贏到幾啊？某一題哦，某一題哦，勾一題。這一題你要是猜不出來，你真的融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都對嗎？等下幫我叫計程車。啊，第7題啦哈，來唱出題，看清楚嘛。也唔係啊，這題他是沒有答對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哈。龍隊，而且龍隊那天還得太感動。真嘅，太感動。我們大家列隊歡迎羅哥出華視。歡送，我們歡送你。對，嘿，好，我來倒數嘍，看清楚了哈，3、2、1，走。好。可是好難哦。好，我來倒數嘍，看清楚了哈，3、2、1，走。好。可是好難哦。不會耶！哇，這好難！哎，我們真給一個小小的，我們真的發音超標準的，真的。我給一個小小的提示，那外面人都在笑。廿三到4，睇下至少糖有3聲言意。哦，有哦，而且你很熟這個字。客家話3到4正經。這個名詞應該算高糖1百嘛，一半的家喻戶曉。再一百啦，再一百。來，我來算哦。好，3、2、1，肉。愛爹。哦，肉絲龍啊！差一點，差一點。讓我一下，對，因為我這樣真的要龍退了。出來太可怕了啦！哎呦，螺絲龍啊，真的要螺絲龍啊！哎呦，哦，兩個比他就高咗倆了哈，容易發出去啦！有聽出來自己的名字啦！客家的這個。女婿，慢來，對，卡機了，幸好再回合。好了，有得皮哈嘛，哎呀，所以從一個錯我來提我了哈，哎呀，我開始團啦，好，那你要出題了哈，好來，第一題，來唱出題，做得嗎？走得。啊，那都冇按改啦。三張是龍啊，對，龍進總。倒數了哈，好。3、2、1，剪。啊？大巴姐摸了。没有吗？哎，我如果摸了講錯，應該不會倒扣。不會，沒有倒扣，你還沒有分數。有大嗎？長捏戒了。啊？哪個人都長捏戒？不是捏戒，不是嗎？那我放回去。高糖100嘛。來這一個好了，再一個哈。好了，再一次啊。那羅哥再幫我們倒。好了，好，3、2、1，剪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？怪的。哎呦，董事長。上面線。哎呦。輕傷，腦漿啊，輕傷。你剛剛講嗎？再講一遍。上面前。對啊，我剛剛講長捏戒，你看好音好像哦。哎，對啊，好像哦，長捏戒，長眼前。上面前。那趙黑 V 也有問題呢。其實你也算很厲害啦。對啊。
你算懂力我那个音是少一点点，长年节长年节，其实蛮像的，哎，蛮像像。土司总他对的啦。第一题枪出题来。好。好。OK， 坐定哈。坐定。好来，3、2、1。甜。嘛该东西我青菜团。大纯脸，哎呦，有没有厉害？哎呀，大纯脸，完全140都冇对到，完全冇关系，完全冇关系。你的都弹得出来，我怎么可能听得出来？完全没听。你后面有答案吗？有答案。有哦。我们用腹式呼吸，我们用丹田讲起来。好了，3分钟来预备哈，来，3、2、1。有了，这次有了，有了哈，很逊哎。那董太长的，董太长的呀。按高年會按客家人講高年嗰個嘛嘅，有錢係冇？唔係錢，冇錢啊！什麼錢？有的因為很重哎，就需要到錢。高年我較長嘛，足懂啊，足懂會攀得發通啊。係啊，足懂當年就會攀嘅發通。足懂給你的時間會攀得發通。我從山高啊。哦，來，唱講，土司總。衝山高啊，田傳業。哎，恭喜！董太長。隔壁同的都已經猜到了好嗎？隔壁包廂會知道我在講田傳業，田傳業。但你糖愛都甜呐，會不會糖？我就糖都甜，聽聽。你們不要在那邊唱秋，你有機會你坐在那裡看看。他說不要唱秋哦，他說不要唱秋。我當年就在你走那個邊框那裡。我們唱山歌就好。還有田傳業兩兩題了哈，來第3題槍出題。弄起來，給我。硬意高度嘅糖。好來。好，啊，太上嘅哈，你好會嘛該死咯，中等哦，懂難係冇？有看難得喂，也還好啦，我做對啦，係啊，他剛贏我的，係咪？好嘞，這個3、2、1，關。哎，他3個音都有點像呢。啊，我真嘅糖唔出呢，糖唔出。我覺得他那麼多題，就這題講的最標準，最不標準，最標準。哎，連小林老師都說標準了。我這樣國寶的位，我有猜對國寶的位置可以拿回來。那給一個，給我給一個提示啊，給一個字好不好？給個不用提示，提示一個字好了。我提示一個字，第一個字。好，第一個字。來，好。好。我想到的是2個字哎。喂，係一種菜係冇？一片菜。等一下，你要拿起了二比大，我們問題好不好？就直接回答。菜糖，青菜糕。糖呀？係啊。菜絲咧？呢個是唔係糖嘅花喺乜嘅？鹹菜糖喺乜嘅做嘅？有乜嘅？鹹菜乾。哎呦，厲害！看出了知識邏輯是好的。真痛嘅客家人，太傻逼哦！欣賞哎。哎呀！恭喜哈！欣賞糖嘅鹹菜乾嘛？係啊，糖乾啊，糖出來。係啊，按你3題全部唔答對咧。誒，恭喜吹呀！冇啊。會教一題看啊？冇按咩？時間嘅關係，按住教3題做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好嘛哈，按住來，下一回合啊，來。2回合又搶到呢客家的這個寶啊！對呀。那你客家最溫暖的一雙手。哎，我有點疑問啊，這樣子，為什麼我們這一回合是4個人？而且迄西山唔係客家人，唔係客家人，唔曉講哈。表示人家都懂厲害啊，通靈能力，對啊，我們要憑借我們音樂的本能。就是你們可能比國寶還國寶啊，真的，看我們的智商，國寶中的國寶，邏輯推論，那風水輪流轉啊，對不對？你看轉到你現在就坐在那裡，看跑得出來嗎？可以啊，他還在笑我了，看不起我，告訴你，好了，我一定讓你很吃驚的。好來，第一題搶這題來，好來，3、2、1，哇！更不行啊，有點誇張。有人破音嗎？剛才發生咩事情？拿菜頭，吉娜，加油！拿想出來，不要干擾我。坐在那裡脾氣都會變差。小強老師應該有加一了。你有答案嗎？沒有，我完全被搞亂了。搞了，有吹天歌，沒有那麼容易哈。瘦。
那没有叫瘦，没有瘦。你刚刚是讲瘦吗？我刚才听到是瘦呢。I help you all。可以给个提示吗？英国做的吧？就从今年有关系呐。哎呦，今年。对呀。哦，新的一年有关。马到成功。哎呦！逻辑来了，又逻辑了。所以你刚糖豆，是那么糖症哦。贾斯汀跟这诗，你糖豆会收。他说有一个 O 的音嘛。对呀。我可不可以要求他们一个一个念？不行。我说马到成功。那你如果一个一个念来。马到胜。我这我完蛋了。已经听出来了，没关系，已经听出来了。你是故意的吗？不是，我真的不是，我一定知道里面一定有个老鼠屎。麻烦你第二题开始讲小声一点。不是，我直接只看贾斯汀。OK， 好，来听一题了，下四题来。就我会念。你会念？确定？会。确定啊？会。不用我教啊？不用。好了，那我要倒数了，3、2、1，讲。哦。讲。谁帮他讲？耶。干嘛？你鼓掌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以为他念对了。你不能他念一个字，我听到就觉得他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他念对啊，一个字注意啊！哎呀，给他诗，讲錯，但是唔係四個人講。哎呦，哦，叫做四個人較大聲。小天老師，該算了，跟你講了，我也講不出來了。吉娜按講，說對了哈。說對了，真的，吉娜按講。怎麼敢出這種題目？對啊，所以我剛剛就是他們出的題目，我覺得蠻荒謬的。他如果出個小康很帥呢？哦，可以哦。下一題有關聯哦。哎呦，好，來，請出題來。這恐怕是很難啟齒的話，這一定是很難啟齒的話。你看他們表情，可以嗎？給的表情，不太行。那你可以嗎？可以嗎？哦，你可以嗎？我不太行。要我跟你講。用麥克風遮起。好。有。可以啊，我聽得出來哈。可以。好來。好可愛了。好，倒數3、2、1，講。小康很帥。沒有，不可能。沒有這一題，好吧？不可能。安講已經出過了，那個帥的今天沒有出現在這裡。不是說會嗎？日行只能一燦。懂嗎？啊，你改一拜啊！好，我倒數啊。好。3、2、1，草。草，怎麼有草？小康懂草。有草吧？有草吧？有草。哈，加臭肉，係嘛？答對了，厲害！因為我剛才真的聽到有哈這個音。好，按着結束了，對吧？哈，好了，恭喜隊得到8分，發財隊得到11分。發財隊咩咧？紅包！恭喜哈！好嘞，拿一半。我買吃了嗎？高高的肚是被我咬，你敢咬到？當然咯，敢咬到？懂後搞，自己懂辛苦懂標呢。反正就硬吃硬撩啦，好啊，公演之外，對，方式乜嘅？賈斯汀聊要懂離婚，佢根本係準備嘅結束量呢。有那個，好了，很重要哦，怎麼突然出想法？我剛才還是他們說有沒有
钱。哎呦，留在这坡州的哈。我准备哦。给他。好。拍子搭拍壁，蛤蟆表板壁，壁上挂多多挂壁。哇！你要不要？有熊来，有贝儿来。我有高级哦。有，所以唔得本外国人专美于茶，係咪？還是咩同冰啊嚟？來，必須看看。好嚟，我們嘅節奏。係啊，數來寶來咯。啊牛郎飲牛娘，牛娘飲牛郎，牛郎飲飲牛娘。牛娘年年娘牛郎，娘娘娘娘娘我真的听唐马音，唐马音，那你在泰國來啊？新疆文懂，呀，就有叠身高嘛，娘子，专业的来一下，来，好来。牛郎演牛娘，牛娘演牛郎，牛郎年年演牛娘，牛娘年年演牛郎，郎演娘来娘演娘。你也听过名？你要做谁啊？被影响嘞。出名，演出名啊！演出名用你们那一组的人念一下。哇，那是太难了，太难了。牛郎念牛郎，太难了啊！牛郎念牛郎了，哎，亮。牛郎练牛郎，哎啊牛郎年年念牛郎，牛郎年年练牛郎，郎练娘来娘练郎。两个名头，全军覆没。虽然都是两人党，不错，味道不同。反拍，这个所有是感觉你念的最好。哎，厉害！你原名之光，所以这么叫很难，就讲像几年三马大结用哎，不说绕口令很多，难怪舌头会打结。咩？根本你用 V 還要帶佢哋去加骨加嘅。哦，過年的時間是咧東西。難得用外國人同佢講下，其他的應該冇過農曆年吧？冇，其實會西洋年。德國我們沒有農曆過年。沒有，你們是 New Year's Eve，我們對跨年就是跨年，聖誕節接着跨年這兩。這是25號 Happy New Year。那你們要吃什麼？有什麼個東西或什麼？比方說跨年那個晚上嘛，我們通常可能我們沒有一個國家的標準，就是看每個家庭要怎麼慶祝。哦，都可以。對，比方說我們可能傍晚吃在家裡烤肉，就是大家我們有那種焗烤的，跟下面可以焗烤，上面可以烤肉之類的不同的菜。對，然後那個是傍晚，然後到半夜就是半夜跨年那個5、4、3、2、1那個時候，那就會有香檳酒，然後先敬酒，然後我們會有像德國的那裡在貝利納，那是一種德國的甜甜圈，我今天有帶的。哦，這個就是貝利納啦。這個就是我們半夜過後就是吃。像甜甜圈，可是裡面有果醬，但是它在德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可能它有一些是custard 在裡面，都是不同的可能果醬啊，看你包什麼東西，對，很多不同的。也有包奶油，我們今天為了健康着想，那這個就是好像是覆盆子還是什麼？對，覆盆子。對，喺講到婆嘅嗬，成本嚟講下，你客家裡面有婆嘅。有啊，甜拌啊！中央黑馬干點哦，因為這個年糕有時候拜拜，它其實沒有防腐劑，它很容易就會發霉。不是我講有上神力牙口，其實會用卵還有麵粉，好。老姜哈，這個皮呢就是蛋跟麵粉，一定要有蛋。其實很簡單的，而且小玲姐你知道嗎？不用養，一定要不用養，哦，不用養，要油膩、解膩、解膩，磷粉，磷粉生出才會進氣。對來說，含甜含甜哦。有含甜。那賈斯汀帶來什麼跟我們分享？然後你都要講我們跟德國差不多相擁啊，也是下午開始barbecue。美國年啊，跨年，看農業，看農業，哎呦，會開槍，啪啪啪啪啪，開槍，
真劲哦，真的开枪，真劲哦，真的子弹，是有是你们家吧？他会开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会喝啤酒，然后啤酒班那边，然后就开，然后放烟火。哎，那叫礼炮。哎，禮炮，對，同撈嘢嚟。係點樣帶來嘅係長尾嗰啲過來嘅嘅。哎呦，飛機，因为这个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很特别。我们美国人很喜欢烤肉，特别是美国南方人，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烤肉，然后很有研究。像这个鸡是它下面是有半瓶的啤酒，然后它放在一个有像这个有不同木头也很有讲究，木头会有不同的味道，会有不同的熏味。对。然后它里面的啤酒会蒸汽，然后这个蒸进去，然后它外面也有很多香料跟烤肉酱。它就这样站着烤吗？对，把它插进去烤。哦，美国版的汤阿给啦。对，世忠讲的对。我们来试看看美国版的汤阿给。因为你客家人吼，他熟悉呢，按你泡嘢。如果你要吃白斩鸡，我们会吃白斩鸡，但是我们大家先吃完这一 round，等下都在吃你客家人吃的，都盘本嘅吉種。哇，你还没有哎，因为酱很特别耶。这酱味很好。哎，公园就是很美国味道。公园有门神嘛？有。哎，什么没有门神？两只男神在这。小心对啊，我在2楼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要抹pan龙咖啡啊？哎，冇pan飯。VIP 區啊？嚇，VIP 區啊？包廂區。差唔多誒，差唔多。泰國都創過誒，你要創個國嘅好冇？唔係同埋。我想同都得冇。哎，你甜棒呢？我講下嚟當然一定哎呀，果然沒有一個好嘅節目看。坤泰㗎，哎，唐人你創過？當然。做對了哈，做對了。我顯示一下。對，董護士啦。跟你董護士，本集那是一下給剛好是懂。我也慢慢試啦哈，我同佢哋創果嘅本日的糖啦。天王來啦！好了，是很爆哦。哎呦，來，巨星，來呀！加油！哎，緊張呢，我弄差創果誒。唔是緊張。生意流。
趁现在，然后教一些那个我们变装文化、ballroom 文化里面的一些 voguing 好了。好，来，你像是抽卫生纸一样。没错，然后就左右交换抽。左右交换抽。请小玲姐。小玲姐。卫生纸啊，卫生纸，卫生纸啊，卫生纸。端盘子啊，端盘子，端盘子啊，端盘子，端盘子，端盘子。哎，这时候就要给他什么手势？耶！Pretty pretty disco， 此心不普 Let's go， 快乐风似雪と変恋愛擁走，後台撒點用鬆壓嘅身體，萬一重重，做起家嘅主人，不一起家講。你就黑暗的希望，做起家的对手，不一起加强，你就黑暗的力量。No one can judge you。你买个考试环境，我安怎看拢看袂下。伊讲你爱生活，伊讲你活开我，你大概听个他甲比你敢袂信。咱真正有才在意甲你讲的话，就算讲伊讲你随讲你歹到底，感差遮济。我是听你咧说，叽叽啦啦该用用，说来说去该用用，爱一起加给用的，不是谈拍啥讲。Pretty pretty disco， 无带给你 please go， 人生分数有几多？分爱起高下。一家嘅主人，不一起家講，你就黑暗嘅希望。做一家嘅對手，不一起家強，你就黑暗嘅力量。最真實嘅上帝。娇艳了，黑毛，对，有沾吗？沾，哎，这么不可那个不可一世，不是不可一世啊，美艳不可方物的我，哎呦，在那样旁边都弱了，哎呦，黑毛，没有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吗？我也 check 的不错，你很像变装皇后吉娜，因为她是 Tina， 她是 Bagel， 我是 Gina。问好一下，他干嘛？哎，来，听哪先？一起吧，我们一起跳嗨啊！对啊，1、2、3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变装皇后，Bagel ring ring， 那是最 sexy 嘅變裝皇后 Tina Banana。
讲真的呀，它变装风还有变装文化真的非常的流行啊。对呀，哎，这个变装文化是怎么样开始流行起来的？其实久了，其实很久了，很久了。嗯，我记得好像是从菜头老师那时候开始。菜头老师那时候对不对？其实差不多。其实我问过2个问题。对嘛？影帝眼里金钱哦，我跟他们2位就是之前在2024-25年的时候有合作一个舞台剧叫《暗讲》，然后那时候就有问过他们，我说哎。跟菜头老师那个红顶艺人的文化一样吗？感觉好像很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我妈不一样。哪方面不一样？对，其实呢，变装文化，我觉得现在来说，其实又更开放、更包容。哦，对。基本上你简单的来想，它就像一个演员，或者是你创造了一个角色，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表演。对，那这个角色呢，就是你可以放你很多的一些幻想啊，或者是你自己心中想要成为那个样子，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框架跟拘束。没错，就像今天我们的头发、妆容还有衣服，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自己做。一堆好感人呢，客家精神，客家精神。哎，现场可以订制服的就罗哥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说可以跟他订制服，难听。但我觉得更重要。我改天回去变装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哎呦，我那时候其实接触到那个菜头老师他们那个红顶艺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他们真的很棒，每一次的表演真的非常的精彩。好了，明年过年我们跟你好不好？我们今年跟吉娜，我们明年跟你。我觉得罗哥的请不起你们呐！天哪，你马上就放弃我哎！不是，你已经被使用过了，已经不新鲜了。对啊。他本来在舞台剧中都对我超客气。我还蛮新鲜的啊！我先放屁的声音还是。是吧？哎呀！但我记得他变装的文化，每天喺西来变西妹。每天我有看到西妹的。叫 Jacking， 对 Jacking， 谁没编啊？怎么样？看我干嘛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你很有知识，还蛮适合的，很有常识。我觉得重点就是要用我们的身份跟大众表达，我们这个性别是没有框架，你只要喜欢就要勇敢的去做，用最漂亮、最抢眼的方式去表达爱和自由。没错，Tina说的好。就做自己就对了啦。没有人位还是要走。有人 cue 你吗？那里啊，还有，跟你在一起真的会很开心。因为大家懂史行啊，搞天师级头前的朋友，可能看到给他表演。我知道现在如果看到你们表演很好看的话，观众可以做什么手势？好，我们手势我给你教一个。好，那如果你看到这个表演，对，好多个，觉得很精彩的时候可以怎么做？你如果很精彩的话，你可以这样。弹指，或者是弹指，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。这样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都是很精彩的意思，都是很你全身都很赞。它是有扫过你扫描的感觉。呀，哎，那不如我趁现在，然后教一些那个我们变装文化、ballroom文化里面的一些 voguing 好了。任何的舞曲你都可以试试看。好 ，OK。好，来，你像是抽卫生纸一样。没错，就是你想象前面有一盒卫生纸，然后你就用你的食指或是中指把它这样。要手你为什么手会抖？抽起来，因为我穿高跟鞋。左手再把它抽起来，然后就左右交换抽。左右交换抽哦，有 ，Jacking 很多这种 voguing 的。对，然后你的那个下半身就这样蹲点，有点像胡萝卜蹲这样子，蹲点，就像在走猫步一样。抽卫生纸，抽卫生纸，然后端盘子啊，端盘子，好看，好看，下楼梯，端盘子啊，下楼梯这样子。打篮球啊，打篮球。罗哥，没有，贾斯汀来一下。贾斯汀来一下。来，教一下，抽卫生纸，卫生纸，走出去啊，卫生纸，端盘子啊，下楼梯，端盘子啊，端盘子，不要，我裤子太紧了，走回家，直接走回三峡。飞狗跟青岛先离开了是吗？自行车来了。我裤子太紧了，帅哥我们就会这样蹲回家。贾斯汀你有潜力。不是，因为我裤子太，我上一次节目叫我做16蹲，然后我穿这一件，然后我蹲到屁股破开了。真的。所以以后来我们节目都要穿宽松一点的裤子好吗？有，请小玲姐。小玲姐。
好急的，端盘子啊，态度上来了，态度上来就对了。卫生纸啊，卫生纸，卫生纸啊，端盘子啊，端盘子，端盘子啊，端盘子，端盘子，端盘子。哎，这时候就要给他什么手势？耶！小老师是放给小林欣赏了。哎，小林姐。对，先画叉，他讲画叉，画叉也是一个手势吗？哎，某简单吧？他们做起来好轻松，流大汗了，我的天哪！你知道，你来到我们节目，我们节目有一个舞曲之王，罗哥有一首歌叫《芭蕾》，你们听过吗？有，这倒是很这种听过了吧？这个很红啊，这个点阅才几10万而已呢。在我们热等同于1000万点阅，他太洗脑了，所以我们真的记住。好啊，一起芭蕾。好来，哇塞，来啊！可以哦。从头啊，哦，要从头的。哎呀！拢袂听，我加扫声，我加扫声，啊楼顶楼骹，啊楼顶楼骹，看戏脚骹，看戏脚骹，这样，我人过大，做家老官，兼家老烂。我较转你的梦，转你的梦。你讲无大无小，无大无小，白目伫咧黑白讲话。你讲无大无小，想过超过，啊等一下，来咯，还没叫咖喱芭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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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喱芭蕾。咖喱芭蕾，咖喱芭蕾，咖喱芭蕾。文俊，这个好棒哦！怎么会变成抽卫生纸呢？一起咖喱芭对啊，咖喱芭蕾，你们这好带感情的演技哦！对啊，咖喱芭蕾。他们真诚，很真诚哎，很真诚，真的为了我们节目。对啊，对啊。罗哥唱完了吗？我可以的。今年新年他们还没有，他们还有准备另一段更精彩的。还有另外一段表演。太棒了！大家红包准备好哈。都还没上。接一下。没有，我们有新的啊。新的。China Banana 还有 Bagel。上来待会精彩的演出啦。台湾之王就是他们2个了，来，精彩的表演。快世界随时给你，快体内随时给心，给用你做出玻璃，可吞不已。宽胸遍地都给你，就别三手撕给你，假说你好伤意。
so deep in your eyes. I touch on you more and more every time. When you leave, I'm begging you not to go. Call your name 2, 3 times in a row. Such a funny thing for me to try to explain. How I'm feeling and my pride is the one to blame. Yeah, I still don'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 look at doing no one else can. Drop it.哎呦，尹真在干嘛啦？这等他1个小时了，今天要带他去见我的家长，这怎么拖拖拉拉的？干什么？等一下来，我肯定修理他一顿。这女人欠揍是不是啊？这不行啊，这太晚了，1个小时多了，在搞什么 ？baby， 对不起，我迟到了一下下，你应该没有很生气吧？没事，我也刚到。真的哦，我没有想到我们2个连迟到都这么有默契。哎，今天是我们交往3年，我第一次回去见你妈。哎，我妈妈。见你妈妈啊，对，我超紧张的哎，但是我相当重视这件事情。哦，那你还迟到？没事，你不要这么紧张嘛，对不对？我妈人很好的。啊，真的？可是客家话有一句话就讲说，来的大批，小坦发批，新 Q 大批，欧弄翻哩。啊，不要管那个什么批不批的，那都是老观念了，对不对？我妈这是一个很喜欢客家人的一个人呐。你这个客家话讲这么好，她一定很喜欢你的，说不定她对这个新 Q 比对赖还好哦。好，那我们赶快走了，因为你已经迟到很久了，不是，我们已经迟到很久了。啊，来走吧，哎，来。甜啊！根本你啦，迄个来呀，带五朋友转来你的。唉，广东话叫做太戇久來吼，生到又高又臭，就像一支竹篙啦。哎，冇想到還搞到5朋友呢，還一搞就搞3年，也擺妥當咧，絕對唔會像頭擺嗰啲嘢哦，全部走到面下死。聽講啊，還要講客家話哦，也點正經當真的，冇像啊，叫做太戇久嘅來，客家話講都是非常，我被牽死，也就希望講哦。家嘅5朋友，老佢窮樣，生到又高又臭，哎娘生等對哦。好，現在就到我家了。啊，不要緊張啊，不要緊張啊。好，我按電鈴了。1、2、3。keyboard 老師，我要按電鈴啊。你還沒有排練嗎？啊，1、2、3。太慢了吧？怎麼有把布啊？我是賣冰淇淋嗎？啊，越來越多了啊！1、2，算了，沒關係，我有帶鑰匙。早點拿出來，我沒是 keyboard 老師哦。咔嗒，嗝。阿妹愛。媽，你不要緊張，她是我交往3年的女朋友，雖然她這個身材比較這個啊，但是她客家話講得很好哦。阿英好，我係日來嘅5朋友，交往3年嚟，見每條一擺昆東嘅，哎呦，冇想到你半年比上面行下講呢，上到就像拿起中央呢，按後上呢，哎呦，阿妹愛客家話用講到按後按後，黏滾像榴蓮先用嘅呢。怎麼樣？滿意嗎？也就人5朋友哦。對。哦，幾你滿意啦？我愛興人來誒。愛有來哦。你失智症了嗎？愛興人來誒。愛冇失智，愛唔想哦，本太家己講，也個太戇久興人來嘅啦。啊？阿姨啊，阿姨，做乜嘅我嫌佢太戇久呢？牙子唔牙打，唔可以講客話，唔講佢係咪太戇久啊？係咧，我咪係安尼想呢。我老唔講，佢從細就咧伊個太戇久。冇，佢呀下吼比條白行卡太戇久。唔知係你咪會變到行啊太行啊戇。喂，
有人尊重一下我吗？我还在旁边，我都听得到。哎呦，歹勢，講到啥好去了，你來坐，坐。媽，阿姨唔坐啦。哎，冇啦，你係總理，唔坐啦。非常和諧的一個家庭啊！這個，哎，還唔知哦，你朋友很多乜嘅名啊？啊，他叫應振。應振，哎呀名哎，有堂哦。跟很多乜嘅名啊？我是應杰，你來哎，要講幾次啊？哦，也冇重要。應振啊，你有想過冇？喊你擺講當水噶？哎，唔拄好加到咬卡來，做牙嘅心球，講幾多隻聲音呢？哎，媽。這個我們第一次見面，不要問這麼刁鑽的問題吧。哦。阿姨，你冇想我叫我？不要講這種話呀！我媽很想抱孫子的。乜解？唔想我叫？快嚟！哇！你要我按緊啊？What？我老公講，也學我的聲音，我發幾多錢唔掂哦？嘿呢，阿姨，我就會按你想。唔當留嘅錢拿嚟投資去㗎。嘿呢，阿姨，我就會按你想。萬一過不嚟仲講你聲音嚟衝下來，按用太戇古，按用㗎啥？嘿呢，我就會按你想。你是打路機嗎？這句話重複太多次了吧？我老公講，佢從細就係一個太戇古。我同講，佢也下比條白喊卡太戇古。我聽說喊你白，我變成一個喊得太戇嘅太戇古。我不是太戇古，我不是太戇古。看下太戇古嘅點踢咧。認真，我知道你用啥心，像有感應到窮樣呢。你有冇想法窮樣啊？阿姨，從來就冇一聲音同我按吊蛋呢，想法窮樣呢。幾嘢按樣？不求同年同日生。哎媽，你要幹嘛呀？但求同年同日死。你也別跪下呀！老妹，阿姊。這個。我老公講，喊你拜，牙嘅福嘅，就係牙嘅福嘅。跟牙嘅財，就係唔嘅財。牙嘅香奈兒，就係牙嘅香奈兒。牙嘅 coach，就係唔嘅 coach。牙嘅拉嘅，就係牙嘅拉嘅。baby。幹嘛？叫乾媽。啊？嘿。阿妹。太戇古。陽光才會灑熱些汗水的重重與灌溉，勇氣向前，讓我們的擔起肩膀的位置希望。幫你寫到犧牲性團結，創造屬於我們的藍天，期待戰勝勝利舞台。I say got you, got you， vì nỗi夢想堅持下去。Got you, got you， 很勇愛同作伴。Say got you, got you， 來走吧，這一程的目標明確。Got you, got you， 享受超越自己，沒有極限。Come on， 就像閃閃耀着星光芒的跑着，不跨越失敗沮喪，有你們的奮力捕捉，那顆希望，抓緊機會，付出不後悔，譜寫屬於我們的信念，期待戰勝勝利舞台。I say got you, got you， vì nỗi夢想堅持下去。Got you, got you， 很勇愛同作伴。Say got you, got you， 走吧，這一程的目標明確。Got you， 享受超越自己，沒有極限。
加油加油！来喽，加油加油，上车！是还没有吃饱来的人长得漂亮，又那么会唱歌，对啊，然后那么会玩，还要喂大家吃饭，就在等你手上这一盘呢，是不是？这个人应该懂齐啊。这是啥？这个呢，算是原住民我们很常见的食物，它叫做阿拜。阿拜它其实有很多种包法，每一个族群、每个部落、每个家族有不同的包不同的东西。因为像这次这个准备的比较特别，是它的包法很像我们屏东雾台乡鲁凯族的吉拿虎。哦，吉拿虎，吉拿虎就是包绳子，就是包长的。吉拿虎，知道吗？吉拿虎，好，对。如果你底下越过越批起来枪嘛，枪你电视菜包，哎，对啊，叫强腰嘛，哎呀，好好吃哦，这很好吃，你有爱上另外一个原住民的食物，而且我之前吃过，就是芋头粉做的。因为你跟吉他手他是排湾族的，排湾族会用某通用哦，家妈妈去给他做哎，他们的肉好像比较肥一点。那旁边那一锅是什么？这个呢，就是因为吃很多肉类嘛，因为我们山上就很喜欢烤肉，然后吃阿拜吉拿夫之外，素豆汤，哎呦，好好吃，很好吃。就当你想要加什么，以素豆为基底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调配。有些人鸡肉，有些人加猪肉或者排骨。然后我们在山上都会称它叫放屁肚，放屁肚消化特别好吗？对，就是喝一喝发现怎么有一个很香的味道跑出来，代表今天大家喝人人有危险。没错，他烤肉吃最多烤肉吃最多啊，就手发里面是那些糯米嘛，小米小花，长这样啊，好像红豆，就这样，对，它就这样一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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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演出名啊吃的哦，他们其实都是根据他们生活环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，对，有什么吃什么，就从哪里他赶紧有什么素材，他对，大家在生活环境中会有什么，所以 copy 会有 copy 某通用的东西，一种一修啊哈，一种一修。你知道中文有保卫这边卫生中那样的，超中那种虫哎，也是一类个口感有些像那个南部粽哎，用煮哎，它吃起来有点像就是没有，而且我觉得它有点粒粒分明哎，小米的小米，对，它这个是小米，它不会像我们糯米那么糯性，不会两不会搞凶悍。虽然我们没有过年，但是我们都还是会回家里面放假嘛，就大家聚在一起。过年都是丰年祭啊。阿美族的丰年祭就是在7、8月的时候。7、8月你会回去吗？哦，没有哎，呀，还是要工作啊。还会有什么特殊的？你们在就是丰年祭的时候会有什么特殊习俗吗？丰年祭的哦，像我小时候，我就会跟阿嬷，然后就穿着族服一起去，我们叫包萨，包萨是什么？对，包萨就是会去送一些食物、酒啊，或者是食物给在丰年祭会场的长辈跟年轻人们，他们辛苦的在准备这个丰年祭。贾斯汀应该也知道。你有去过吗？我有原住民的丰年祭，我有入台东吉南路嘎部落的年龄阶层。这个都蛮熟悉的。所以你去参加丰年祭的时候就是从去就开始一直喝到第二天。某吗？哎，你在那边喝醉，他们会叫你回家哎，那个很累。那从一开始就是跳到结束，然后结束完之后，因为我那时候是算年轻啊，叫做巴隆奈，就是跑腿。你好厉害哦，什么语言都会。哎，充电太假吃饱了呀，我们要开始玩游戏了，给什么开始来分享哦，某空来文化哦，某空要出去，好吃，谢谢芝芝。来宾分做2次进行比赛，由 TV 量出题目嘅长短，用松鼠维持这趟长途。完成任务以后，要将长途交本下一位继续过关。由最后一位存下来嘅长途，留题目相比，相差最少嘅队伍就做得赢到比赛。第一关，狂舔各行业，行过健康普托，同时爱压帮踢路上嘅结果。第二關馬上來飲甜，為大摩嘅食到熟嘅蛋康嘅糖嘅。第三關伏氣貼哥哥，我用腳貼起唔得轉頭。第四關跳起來才遠來，原地跳熟嘅十下。第五關搖出好遠來，我靠身體嘅搖痛，所唔得用手，我將短褲作起來。大家準備好嗎？比賽要開始了。好嘞。又輪到咧，衝衝叫叫。衝衝叫叫啊，係啊，馬燕來都衝衝叫叫啦。
好吗？哈，来大家来来，记得自己通关密语哦。通关密语没问题。他先到自己的位置上准备好，我站好了，来站好，给我了，好。好，按用 TV 黑吐司种哦，来出题枪，其他 CV 哦，木竹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闭上哦。来，我要出题喽。好，出题。好，来，吐司种有请，坐定哈。好难哦，这个我没有熟悉的。好，按用你就开始喽。孔天多后年。哇！加油加油！马上来娘汤，腼腆，没关系，吃了，哎，你要输啊！有啊，干嘛要走？哎，你要你要是够捅一稀嘞，一稀嘞，来，医生过来，往后面。不可以讲哥哥。怎么会是这样啊？因为他不想要骨会挺铜豆啊。好，哎，你这样会走光啊？不会啦。哦，懂人呢。那个人长习惯。他体育大学，以后不跳舞哎，以后跳舞哎。我给你冇问题啊，给叶伟霆懂过。哎，你要输会声音，冇挺铜豆。哎，我马上给他输，你要输啊！哎呦，坐低嚟，公公。来，我告诉你。下来，听清楚。罗总，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子？来，我通关密语，看到没？好来，哎，挑起来，财运来。来了，1、2、3，Go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冇来挑，真好哎！够了哦，下来听管，上下，来。有啊，这么样，这个有啊，这样啊，可以再宽一点哦。好，再宽一点吗？你确定你有点宽哦？你有点宽哦？有做腿运来。哎呦，来，我快点哦，这时候就有个缺点了，退动。哦，可以。才是。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。再给他的。完了。来，这样啊，你觉得长度是这样吗？我觉得是这样，88公分，88公分，哎，88公分，88公分，哇，差不多，88公分。好来，OK，是不是88公分？我要来公布我的答案是什么？好来，刚刚第一个黑马杆题目，哎，2张自拍哎，来，有给他，差不多。那吃到应该不止，差不多，不止哦，可以有8公分哦。确定同一个吗？我觉得差不多。哎呦，不会88吧？90公分。90公分。哎，差2公分嘞！耶！加油哦！厉害！还有就公数搞完了。好，关一组来。好了，杨冠刚到过低嘛？记得自己的通关密语哦。来，好，拿出题了，来。哇，来避他。难呢。唔係，佢用盲嘅，用車咧。是什麼 ？No。做得嘛？一槍。咩差唔多？一槍。差不多哎。我選哪記哈？我選2記嗎？我選哪記啊？對啊，你要最長嘅。清朝嘅一記，清朝，好，2號啦，行醫也 B 啊，你對係蠻好哦，蠻好，做唔得啊，對啊，賈斯汀請簽秀第一關的位置哈，對啊，好來，好，安永就準備開始嘍，好了，通關密語請說，空天過後年，對吧？對，空天過後年。
语多差。杨有坐在牛啊，结果旁边健康不到。这么宽有这么宽吗？来，马上来，哦，有，马上来，黏甜。哎呦，吃到了，哎呦，好厉害啊！真的啊！没有，刚刚就这个方法。过去贴狗狗，过去贴狗狗，哎，马上变。哎，两一管一冲，大概都会在这边。这么高难度！加油！哇，厉害！来，第三关，那有变哦。跳绳。来，你刚刚有看到对吧？对呀。好 ，OK， 好，前面一点，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他通关，好了吗？跳一轮，垂一轮。1、2、3，1、2，1、2、3，不要急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慢慢来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到了听关。笑死！哎呦，OK， 来，你要通关密语，扭出后晕来，扭出后晕来 ，Go！ 好了，快点公分，来，快呀！摸按狗，毛在这。有。来，比有两边吗？87公分。你要87还是88？我87公分。请拿出答案来。来，这个答案有点困难。可是它是用哪一个？两张，最高的那个。他打一些嘞。哎，这样多少？90公分。刚才88吧，要听我的88，差一点。哎，出这题目也太难了吧？真给，这叶子让人很难判断。差3公分嘛。对，刚刚差6公分。你们差2公分。哎呦，恭喜呀！来这样放红包，耶，招待。哎呀，恭喜啊！对，恭喜，好看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恭喜。日来电影当家，花花世界的爱真相有几多？感情的伊天爱空度，天边是国旗，阮爱男情多。爱有当多结花，将结花爱结花，表现袂较多。思前思来很强下 ，kiss me 拢一卡，你爱看痛唔痛？好个把握，滴滴来到，免惊阮爱来赴托，希望来讨，匆匆救到。等个爱表现，爱个爱切开，总得天下来。等个爱表现，日记摆，第是拍皮强下来。等个爱表现，爱个爱切开，总得天下来。等个爱表现，日记你摆，切开，总得倒退来。日来电影当家，花花世界的爱真相有几多？感情的伊天爱狂，着天边是国旗，阮爱男情多。爱有讲到结巴，将结巴爱结巴，表现袂较多。思前思来坚强下 ，kiss me 拢一卡，你爱看痛唔痛？好好把握，滴滴来
翻译都还加对不对？真的啊！别讲很好声，嘛东西啊，东西好声，节目又好看，对嘛？流连忘返啊！真的。2點鐘嘅時間真係凍腳啊！我想這個睇下呀，真係懂翻譯啦，真係非常會翻譯啊！高尤其一高新年基本睇演廚藝啦。係啊係啊！也希望大家今年啊，做得歡歡喜喜過好年啦，年年祝快樂嘅退班夜。直跑的永年天，兔年里过新年，拜天公又拜老祖先，大家庆团圆，锣鼓唱真闹年，从山沟来拜年，大七八还有做。